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腊杯，腊杯，腊杯，面乌乌，脚长长，来到七股的田园，毋知恁兜是住偌远，毋知北方是遐尼啊冷酸酸，故乡的田园。已经趴远，出外讨食心酸酸。毋知外乡人情有偌长，毋知啥人会来烧借问。徛伫南塘看四方，鱼虾海鲜是满水塘。恁的照顾嘛真十全。只是袂当消阮满腹的心闷，毋望南风透万丈，带阮回家门。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6集，欣赏的是台南的蓝淑珍老师所写的《腊杯》。选入去，咱邀请蓝淑珍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腊杯是黑面琵鹭啦，吼，黑面琵鹭，伊面乌乌，脚长长嘛，来到七股的田园，它每一年冬天就会来啊，过冬嘛，哈。毋知恁兜是住偌远，只是徛伫咱的立场，甲问我，你对对来，恁兜毋知对来。唔知北方是多少年啊，冷生生，他不知道有多冷才会飞到南方来啊！哦，故乡田已经趴远，咱草地拢有咧讲啊，田趴远啊，就是没有再跟着咱荒芜了。出外讨食心酸酸，唔知外乡人情有偌长，唔知啥人会来烧借问，就是讲出外伫外口的来的游子嘛是感觉哦，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啊，无人会来甲你问啦，啊，所以咱就咱讲甲问啊，徛伫南塘看新闻，就是南塘，就是我们七股的那些鱼温啊、鱼啊，鱼的海鲜是满水塘，啊，规个拢是啊，吼、恁的照顾嘛真十全就是周全啦、只是袂当消阮满腹的心温，人家对你再好，这个是他乡哦，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心温，就思念。勿望南风透万丈，希望南风吹来哈、我就可以回去了。腊杯腊吼，就是用脑煮脑的脑吼，提手旁一个摇吼，杯这个杯这个片吼，啊个一个布，两个倒起来。杯吼是平板硬的东西，杯啊，像咱的茶杯啊，啊四阿年脆杯，迄个杯拢是平硬的坚固的东西。怎那叫腊杯？那么黑面琵鹭啊，讲你黑面琵鹭唔知影，咱台语腊杯用拉的。用个喙杯咧，拉喙杯。唔知恁兜是住偌远？住就是足部吼，迄个带吼，徛伫南塘看四乡，徛用双人步啊，一个奇怪旗。恁照顾嘛真十全。我们台语上有的十全十全啊，十全会当读做十全，那药也是十全啊，这是十全，这完整。这十全他做事情他做得很周到啊。这个做好啊，都没有缺点啦。这首诗的主角乌面腊杯，也就是黑面琵鹭。所以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为咱来讲解。
这首腊杯哈，就是乌面腊杯啦吼。那一般咱伫华语内面拢叫做黑面琵鹭吼。咱台湾足侪即个鸟仔名啦、鱼仔名啦、动物的名，或者是讲迄个食物的名，花啦、树啊啦吼，超99%以上拢是用过华语的名词的对。实际上，这个拢差不多于本来的台湾名，但是经过2摆的这个实名通知了后的时阵，足侪这个台湾名拢慢慢消失去。伫日本时代的时也阁真好，安怎呢？因会将这的资料用过日文的迄个拼音的方式，平假名、片假名迄种的会甲将音记落来，有法度将台湾的名保留落来，大概是安尼。到国民党的时代的时，这物件规拢无去。乌面腊杯是一种道教，伊原始的迄个翻译的所在是伫韩国迄南北韩，因为38度的迄个非武装的军事区，参迄个中国的辽东半岛迄海外就是因为38度过来辽东半岛伫迄海面的一寡无人住的小岛，就是伫迄个所在安尼就对啦。迄每一冬的时阵因朝9月到10月的时阵，因为伤过寒因就是要避寒的时阵就即个向南部迁徙，就是安尼。差不多有60%的迄个做这腊杯乌面腊杯差不多会来到咱即个台湾即个所在来过冬一直到过冬年的3月还是4月的时阵，才个飞倒转去，大概是安尼咱这个乌面腊杯是一个国际性的算讲自然资源保育联盟因所认定的是一个濒危品位啦，就是用要卖活就对啦这种保育的这种动物就对。所以咱台湾嘛有这个7个乌面腊杯的保护园区嘛有一个保护区安尼就对。所以若讲到乌面腊杯，大概都有一种环境保护的这个概念就会出来一般来讲，伊是台湾按10月到3月，你看原来不止啊久所以伊虽然是种道教但是呢，对咱台湾人来讲的时间到，拢来甲咱做伙遐尼久，所以对这乌面腊杯开始就有感情的。这首诗是透过这种的对乌面腊杯的按伊的故乡飞来到台湾，尾后要搁飞倒转去，这个过程内面，互伊会感觉到讲到底看到这乌面腊杯，你所想到是啥物货？伊就用2种的角度来写，一种角度是讲我咧看乌面腊杯的时阵，过来乌面腊杯咧看咱的时阵是安怎？伊咧看乌面腊杯的时，伊就是讲这拢是离开故乡到某一个所在去去讨食的去讨趁的这种迄个杯鸟嘛所以伊就是讲咱人嘛同款，有当时咱嘛无法度留伫故乡咱有当去到别个所在去讨趁等等的，所以伊看到乌面腊杯，咧看的人会感受到讲，我嘛有当时会离开故乡，所以对这种乌面腊杯，佮特别有一种同情还是同理的迄种的感觉安尼。这么翻倒转来，伊佮徛伫这个乌面腊杯的这个角度，伊来看咱，徛伫伊来看咱。在你甲翕相的人也好，伫遐你甲欣赏的人好，大家拢真优先嘛。大家看讲，这真好做伙的这台湾人伫遐安尼，所以伊就只看这四方的时候，伊讲恁的照顾嘛真十全，袂去甲伤害，袂去甲酸断安尼就对。这就是伊甲咱的关系。恁的照顾嘛真十全，只是袂当消阮满腹的心温。毋望南风透万丈，带阮回家门。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纪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南小金老师写诗，
卢兴昌老师讲解自然文史，府城小花蕊的三姊妹吟诗，闸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